9月29号的迦南之声，我是世界牧师平安。我们今天要继续来分享撒母耳记下23章18到39节，合神心意的事，合乎主用。原来的生命还没有遇见主之前是一个什么样的生命，而当我们遇见主之后，我们不仅生命改变，我们还合乎主用吗？在提摩太后书2章21节说今天 RPG 祷告的经文，人如果自洁脱离一切邪恶的事，就能够被主所器重，因为他以献给主为主所重用，来做各样的善事。你原来是什么样的人？当你认识主之后，主对你的心意是什么？我想他对我们的心意很清楚，就是我们是属于他的。我们是属于他的，也就有那不属于的。那不属于的就是一切邪恶的事。我们不属于一切邪恶的事，我们只属于主。所以我们被主所器重，被主所重用，来做各样的善事。就好像 C.S. 路易斯曾说过的话，他说基督徒基督徒是不是很常会说就是宗教做善事基督徒更是要做善事我们生命当中很重要的就是要去做好的事情。然而这好的事情，其实在 C.S. 路易斯的定义里面，他认为基督徒不认为我们是良善的，所以上帝爱我们，而是因为上帝爱我们，他使我们成为良善。原来我们可能不是良善的原来我们可能是与主的心意背道而驰的。然而因着上帝的爱，因着这位掌管我们生命的主，他爱我们，他使我们的生命被塑造成为良善的样式，被塑造成为能够为主所重用的样式，为了要行各样的善事。在今天的经文当中，我们看见响亮的名号30勇士。这里说到的30勇士，我们看今天的经文就知道不止30个人所以当时这个30勇士可能是一个组织或团队的名称。讲到这30勇士，大家就就是很厉害很厉害的那一群人，好像以前我们认为这种明星队伍，有没有？不管是打篮球的明星队伍，打棒球的明星队伍，打这个排球的明星队伍，一旦这个明星队伍一出场，大家就好期待，因为要看他们怎么样赢这场赛事。30勇士，他们原来就是勇士吗？在今天的经文我们看到，一开始就讲到约押的弟弟亚比筛是30勇士的首领，他曾用矛刺死了300人，因此在30勇士中出了名。他是30勇士中最杰出的一个，成为他们的领袖，但还是比不上3巨头的声望。3巨头就是昨天我们读到的经文里面讲到这3个人很著名的3巨头，他们每一个人自己就能够跟这个非利士人来征战，甚至一个人就可以打死很多的人。然而在这里讲到的这30勇士，他们也是能够很骁勇善战的，很能够去跟敌方来对战的。然后接下来就开始讲这30勇士的成员有谁，有什么样英勇，他们有什么样英勇的事迹。然而在写这30勇士的时候，世界牧师就想到一件事情，大家还记得吗？大卫一开始当他打倒歌利亚的开始，是他人生低谷的开始，是他开始逃命的开始，也是他开始接纳接收这些跟随他的人，依靠他的人，带领他们逃难，带领他们真的是征战，然后带领他们建立国家，然后带领他们治理，然后他们成为30勇士。在这里有很多跟随他的人，我们不太知道到底谁是那个原来被之前的经文说到的这个匪类地痞流氓来跟随他的人。然而今天我们看到这些人的名单已经都是勇士了，而列出来的这些人，其实我们看见这些名字
有一些并不陌生哦，像是约押的弟弟亚撒黑，我们在前面有读到哦，像是这个以连基罗人亚希多弗的儿子，他非常有可能就是拔示巴的爸爸。而亚希多弗大家记得吗？就是那个背叛大卫原来是这个大卫很重要的军师，然而他却后来去跟随他儿子押沙龙。非常有可能的原因，有人说亚希多弗是因为拔示巴的事件，所以心里面对大卫有心结，于是后来就转向倒戈了这样。而在这一段30勇士里面，还有一个人是刚跟那个事件很有关系哦，乌利亚，赫人乌利亚，他应该就是拔示巴的丈夫。在这里所记载下来的这些人每一个人都有一个面孔，都有一个故事，甚至都有他原来的样子。我们并不知道在他们原来还没有跟随大卫，或是还没有成为这30勇士之前是什么样的人。然而当他们被记录下来的时候，很清楚的看到是众人公认他们是勇士。不论我们原来是什么样的人，我们在主的里面，我们只要跟对了方向，跟对了目标，还有跟对主的心意，我们就在这当中开始被塑造。可能原来是没有目标的人，然而在主的里面，每一天跟随主，每一天听迦南之声，每一天去实践信仰，不论是透过我们所做的，我们怎么回应我们遇到的挑战跟困难，我们其实都在被塑造，被锻炼，成为合用的器皿，成为主所重用的器皿。甚至到后来，主只要想到就觉得好，不只是好用哦，是好。为什么？因为当主说一个什么样的事情，我们学到了一个怎么样圣经里的真理，我们就去做的时候，当然我们的生命就会越来越像属于主的人。所以今天的默想，我们要来想，我原来是什么样的人？认识主之后有些人说原来是怎样的人，认识主之后我并没有什么改变啊，我还是很多的这个坏习惯，我还是有很多我自己觉得没有办法改变的事情啊。然而其实当你这样讲的时候，你也正在改变，因为你可能正在改变的不只是那个事情，不只是那个习惯，可能正在改变的是你的心。你开始觉得我好像不应该这样做，你开始觉得我应该要来和好，要来认错，开始觉得我应该要来饶恕，我应该想更远，看更多你开始觉得原来主已经先爱我，所以我能够爱人。C.S. 路易斯刚刚讲的那段话，大家还记得吗？基督徒不是因为是良善的，所以上帝爱我们，而是因为上帝爱我们，他使我们成为良善，而良善可以换成其他，这是这个上帝的属性。是因为上帝爱我们，他使我们成为节制，他使我们成为信实，他使我们成为谦卑，他使我们成为仁爱，他使我们成为忍耐，他让我们一个一个去结出那属神的属性的果子。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当我们看到这些勇士的时候，主，我们要向你献上感谢，因为所有的勇士都是在主你的手中塑造的，都是在主你的锻炼中被保护保守的，都是在主你的心意当中被扩展的。主啊，愿我们的生命，不论我们原来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们都愿意每一天在主的里面活出那个正在改变，越来越像你的生命。主啊，如同提摩太后书说的让我们真的是被主所器重，脱离一切邪恶的事，我们就能够被主所器重。因为主你对我们的心意，你创造我们的本意，是要我们来活出属于主你的善，属于主你对人的心意的美意，
主要帮助我们在今天的生活当中，我们就这样来遵循你的心意，使我们不仅合神心意，也合乎主用。我们感谢赞美你，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很开心跟你一起分享迦南之声，我是世谦牧师，我们明天见。